哎，晴柔，你来啦？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孔双双。我听阿广说了。这话说回来了，你俩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那可不，而且现在王府上下的人都夸他有礼貌，说他是大家闺秀。真的假的？他还能有礼貌？他现在啊，到处逢人就讲自己悲惨身世，说什么为救自己的母亲甘入虎穴，然后还英勇献身来着。我去，这娘们演古装戏演出毛病来了吧？我看我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王府的，所以大同，等我流落街头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哎呀，晴柔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这乐天斋啊，本来就是你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晴柔，你可不能老是这么被动挨打。咱们现在穿越到古代了，大家都平起平坐，凭什么只能让他作威作福啊？我也想过，可是如果我们跟他斗的话，那穿越回去怎么办？那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哎，大不了不干呗。这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明星一个剧组，咱呐就在这儿把钱赚够了，等穿越回去还用看他的脸色呀？你说是吧？对啊，那大同，你一定可要多多挣钱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话说这三王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倒没说什么。哎，晴柔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如果这穿越回去的关键真是这皇族宗祠里的什么宝贝，要想得到它，可不容易啊。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王妃，所以啊，这关键还是这三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抓住啊！我现在不是正为这事儿烦着呢吗？阿广，晴柔，你怎么了，阿广？这些还不都是孔双双要的胭脂水粉，可沉死我了。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哪儿啊？他嫌厂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，怕伤了他那吹弹可破的小脸儿，所以从香膏到腮红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他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刻都没歇过，快累死我了。那你干嘛听他的话呀？我这不都被他逼的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反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红色还是黄色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怎么给他颜色看啊？阿广，你试过辣椒粉、腮红吗？你这是要弄死我呀，姑奶奶！瞧你那点胆儿，还想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？我当然想啊！我现在就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后槽牙发紧。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。我现在呢可是准王妃了，仙齐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在这个灵齐王府里，我现在是最大的了。那你可得罩着我啊！放心吧，就等着你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啊！得嘞，看我不整死丫的！双双姐，做个东西那么慢，你手癌呀？哟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您吩咐的东西我不得认真做啊？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去。吓死我了！
王爷啊，不必。真受不了。双儿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儿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，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安排活干啊。也好，也好。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倒夜壶吧。在下告退。李大哥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活该。李大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让他专门给你刀功夫。好啊。王爷，双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，想送给王爷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弃。那本王收下了，多谢双儿姑娘。太好了，双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，不肯收下呢。本王会吩咐下去，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双儿愿意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双儿就告退了。尊上如此急召双儿，不知道双儿是否有不妥之处呢？双儿这几天以退为进，做得不错。双儿谢尊上夸奖。原本把你安排在谢延辰府里，是为了挑起他们兄弟二人之争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你却来了谢延齐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既然你来了，就要更加小心。除了继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外，还要挑拨谢延齐和尹晴柔的关系，明白了吗？
双儿明白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，上面说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半路被劫，希望朝廷对其减免贡品。如若不能，他们定会再准备一份贡品，但希望朝廷能减免部分的税赋。你们看，如何处理啊？这样吧，这件事情，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考虑。明日早朝再与我商议。儿臣领旨。好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父皇今日只召见我和三弟议政，根本没叫老四，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要拿此事考验我俩。上次在万华会我略输一筹，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一城。这次的确是个好机会，我们不但要好好的表现一番，还要拖一拖他谢延启的后腿，接着给他制造点麻烦。舅舅有何良策？哎呀，阿广，你倒是快点儿啊！咱们乐天斋的招聘启事呢，是要自己去贴的，别等你写完了，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嫌我慢，你来，